就是是把那个花花，年，马库头，秋天，我吃啥子比我吃秋子瓜，木大嘛妈咪的有所有那么阿咯，有啊，古巴丝瓜，吃一年，跟你三类木瓜，吃一时，一节个瓜，里粗大一咯，有啊年，里瓜比多拉特，把些不差比，也是的，路是里女，我听么绿瓜，二级是那手皮说的，一个瓜不打死女，一阿里。过第二年过过拉喽，一阿里过吃呀米，路皮卡皮过爱米，卡扎过爱米，加个加巴过爱米，一瓦里那时候平时的加个过个大事，一辈子没过里爱米，选那么一代掉喽，我里是一代选么是我他过年大掉喽，这个有米的做着几年，嘛那么平时妈咪嘛就。这边呢，阿面那是这边呢，弟弟这里那么阿罗，提马的他里那么别你吃小帕布，第二个就是夏季那大么阿罗，我妈里边有好的婆婆爱米，有今年住的可里个大的，在这内国可里怎么那是爱米着喽。这么呢，有小天马瓜比在度假嘛，水果比漂亮嘛阿罗，天马的阿挺爱米用度假花吃是。是把那个阿挺爱米的家婆里那大忙阿罗，有花果对的婆瓜那是阿只的，谁打巴拉苏那阿面点阿白米，有哈的婆瓜呢是把乌沙一提原里阿罗，过里呢马口头瓜嘛，跟你山里拉出瓦里比，有这些别爱米，在一张年咋不阿只是别阿些话年年不年乌拉那么比，最那个马吃一那么马家嘛都家。住下对住阿只的是怕没结果，阿挺爱米，我的我可那干嘛阿罗，阿只是的个项目。